咱国内成年人食薰率虽然已经降到12.8%，不过家庭二手薰确实逐年在增加。根据着国健署的调查，平均每3个人就一个接触到家庭二手薰。儿科的医生也分享案例，讲囡仔扫袂停，才发现讲因兜的阿公伫厝内面食薰，严重刺激到囡仔气管发炎。就算开窗仔门来通风呢，也是无效的。那二手薰这三手薰的灾害危流是更加歹消除的。 囡仔过敏的疾病愈来愈多，儿科医师洪华喜顶一日伫咧社群媒体分享一个个案，有一个囡仔扫真久扫袂好，过敏真严重，症状拢无改善。后来才知影，这个囡仔因阿公拢咧厝内食薰。胸腔科的医师讲，二手薰已经去互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认定是一级的致癌物质，嘛是环境的过敏源，会引起下骨、过敏性鼻炎、慢性气管发炎等等的症状，就算开窗仔门通风嘛无效。 之前正好是呼吸道有发炎，这个二手烟这个状态就足以构成他咳嗽的原因了。二手烟的危害只有在家里面不要有人抽烟，才有办法解决问题。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咱国大人食薰的比例虽然已经为2008年的21.9%降到2024年的12.8%。 不过，家庭二手薰的问题从到大也是真好解决。2022年到2024年，为原底28.9%，压悬到35.6%，增加超过6个百分点。去年健康促进年报嘛显示，平均每3个人都有1个人家庭有二手薰的问题。反食薰的团体表示，最近这几年电子薰、甲加烧薰等等新型的薰品，嘛会恶化家庭二手薰的污染。 很多的有毒的化学物质，它一样有二手烟、三手烟的危害，所以它在室内使用，事实上对家人或对你的同事、对你认识的人，其实是直接的一个侵害。国健署提醒，二手薰会掉伫咧衫啊、头毛、壁啊、甲桌啊、椅啊等等，形成有危害的物质，会变做是目睭看袂到的三手薰，持续对厝内人的健康造成影响。呼吁有食薰的人，都要尽量利用多元解薰的服务，共同打造无食薰的家庭环境，来守护亲人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